咁，hello，大家好啦。咁啊，今日係2025年3月4號啦。咁我哋睇翻琴日嘅美股走勢啦。咁啊，美股仲有大約係18分鐘就開市噶啦。咁啊，我哋睇下回顧翻美股喺琴日嘅走勢啦。咁啊，首先債市啦，債市嗰個時間咧，我哋而家係就見到嗰個長債息率依然係大跌嘅。咁啊，十年債息咧已經跌咗去4.15%噶啦。4.15%，咁啊3個月就4.297，2年嘅就3.896，咁啊維持3個月同10年嘅倒掛啦，咁啊誒好明顯嘅長債收益率係普遍係下跌嘅。咁啊，琴晚咧美股三大指數就大跌㗎啦。咁啊，道指係跌咗1.48%，S&P 500跌咗1.76，納斯達克跌咗2.64。咁啊，恐慌貪婪指數咧就飆 up 咗，即係去到19。咁啊，之前就係依然維持喺 extreme fear 嘅，即係極度恐慌嘅區間。咁啊，VIX 指數咧都報升咗10%啦。咁啊，對於成個美股嘅市場都係受到特朗普政策加關稅嘅影響咯。咁我哋睇下佢加關稅嘅消息啦。咁啊，即係話佢周一嘅時間咧，牽到對墨西哥、加拿大加徵25%關稅將生效啦。咁啊，仲有對中國10%再加10%嘅關稅嘅變化啦。咁啊，呢啲突如其來嘅消息同埋一啲令到市場個衝擊比較大嘅。咁啊，我哋今日見到加拿大杜魯多咧已經係開始反擊啊，有向有300億加元計價嘅美元，即係嗰啲商品咧就加徵關稅啦，咁作為反擊啦。咁中國都會做咗一啲相關嘅反制措施嘅，即係加翻佢美國商品嘅即係關稅啦。咁樣其實大家見到係唔淨止係一面倒嘅，即係美國加關稅，咁其他國家唔會做反擊，反而嗰個令到個市場個亂象橫生，不確定性升溫，咁啊先至會令到嗰個股市受災啦。即係譬如話納斯達克指數之前升得最勁嘅，咁啊依家就跌得比較硬啦。咁啊，如果係講個 index 咧，咁啊納斯達克指數而家係做緊18350點啦。咁啊，對於納指嚟講都唔係一咩好事嚟噶啦。咁我哋睇下佢美股嘅走勢啦。好啦，我哋睇下美股嘅走勢啦。咁啊，美股琴日就大跌啦，納指就跌咗2.幾個 percent，2.64%。咁啊，睇翻佢個板塊嘅變化啦。咁啊，跌得比較硬嘅都係啲 technology，即係啲科技股啊，七巨頭應該全部都跌啦。咁啊，跌得最硬嘅就係Nvidia 啦，跟住係 Amazon 啦，跟住係有 Tesla 啦、Microsoft 啦、Apple 啦、Google 啦、Meta 啦，呢啲全部都跌噶。咁啊，芯片股咧跌得比較硬啲嘅，博通嗰啲都跌咗成6%，英偉達跌咗8.69%，都強差人意嘅。咁其他嗰啲比較硬淨啲嘅板塊咧，就見到一啲 healthcare 一啲 financial 嗰啲都比較硬，即係跌得冇咁多嘅。咁啊，一啲其他嘅譬如話可樂啊，一啲消費股咧，反而就會受到市場嘅衝擊啦。其次就係即係避險嘅狀態啦。市場依家處於即係因為特朗普突然間加關稅嘅生效咧，令到貿易戰升級咧，咁啊啲市場資金咧就走咗去黃金呢啲類型嘅資產去做避險。咁啊黃金咧由佢如果係4月嘅期貨咧，佢由2850蚊左右咧，依家係升翻咗2920幾蚊嘅。咁啊都連續3日反彈噶啦，即係築底咗之後連續3日反彈噶啦。咁啊，對於後市嚟講咧，我哋見到啲資產啊，會擁有啲黃金啊、美債啊，所以話令到嗰啲長債嘅息率會低咗啦。咁啊，即係啲資金走咗去債嘅資產啦，咁啊，債價會上升啦，咁啊，債嘅收益率會下跌啦。咁其次就係見到美國科技股係不停咁跌啦。咁其他嘅資產咧就好似比 Bitcoin 咧，依家都係部跌緊嘅。咁我依家就係跌咗成7%，就由跌翻落去83000蚊左右嘅位置啦。咁啊，對於呢啲即係比較慘嘅下跌報復嘅資產嚟講咧，後市咧都要大家留意多啲啦。咁啊，係咯。好，其次我哋睇下 Tesla 嘅走勢啦。咁我 Tesla 如果你睇技術形態嘅時候咧，佢已經嚴重超賣噶啦。Daily 圖咧，佢個 Daily 圖嘅時候，佢個 RSI 嗰啲咧已經係14天嘅 RSI 已經係做緊28咯，即係全部都 under 30嘅。咁啊，已經係持續咗由2月25咗緊嘅日子啦，即係差唔多4、5個交易日已經係全部 under 30嘅，即係話已經係
daily 圖咧已經係俾人鈍化咗啦，即係已經係屬於嚴重超賣嘅區間啦。咁啊，隨機漫步指標啊，或者 RSI 全部都係即係話明 Tesla 有機會反彈嘅。但係如果我哋睇翻 V 圖咧，佢係依家係直情下錯咗，即係穿咗個支撐區間喺290嗰啲位置啊，280嗰啲位置。咁啊，依家市前嘅狀態咧，即係 pre-market 嘅 Tesla 咧，依家係做緊273蚊，即係比之前嘅收市價284仲要低嘅。咁啊，後市係睇嘅話，咁啊有機會Tesla 會進一步下跌啦。咁啊，有可能跌穿喺250蚊嗰啲整數區間啦，先至會有比較強啲嘅支持啦。咁啊，我哋大家可以留意下啦，多啲啦。好啦，跟住我哋睇下英偉達嘅走勢啦。英偉達琴日就跌咗8個幾 percent，咁啊佢個技術形態咧就都喺即係之前個底咧就係114啊，咁啊依家就已經係穿咗噶啦，穿咗，咁啊依家市前狀態就跌咗109噶啦，即係有機會啊英偉達去繼續下跌咯，因為呢個恐慌形勢會持續嘅，咁啊已經係穿咗個底啦。咁啊，佢 RSI 嗰啲已經係琴日收市嘅時候已經去到36啦，daily 嘅時候。咁對於後市嚟講嘅話，都係睇跌噶啦。好似1月 Tesla 一樣，佢有機會進一步下挫啦。咁啊，如果講佢嗰個阻力區間就前值嘅93蚊啊，或者100蚊嗰啲位置比較有強勁嘅支撐啦。咁啊，希望係見到佢有所反彈啦。好，分享一則新聞啦。咁有大消息啦。咁台積電咧即係會宣布咗會喺白宮嗰度同特朗普啊咁講翻話，計劃喺美國咧追加$1000億嘅投資。咁計劃喺美國工廠額外投資$1000，以提高其在美國本土嘅芯片產量，並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增加國內製造業嘅目標。台積電首席執行官魏哲嘉表示，台積電此前已經在美國規劃咗$650億嘅投資㗎啦，而本次$1000億是在此基礎上嘅補充。天風國際證券分析師郭明琪表示咧，台積電$1000投資計劃咧，長遠而言將是利好，相信唔會影響其盈利嘅。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啦。咁呢啲芯片製造業，咁其次就會影響到成個產業鏈啦。對於半導體嚟講係一件好事嚟㗎。咁我哋可以睇下佢基本面真係有機會係利好嘅。